镇的斗焕国小客家跳鼓镇，成军19年，远近知名。因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及各种因素，多年来几度面临解散，但他们还是撑下来了。有比较多节奏要去练，然后所以我在家也花了比较多时间去练它。 年轻教练曾是学校跳鼓镇成员，如今返回母校指导学弟妹，把我以前所学的东西再带给他们，让他慢慢的变好。我觉得这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。随着节奏变化，各种队形动作整齐，靠的是团队默契。除了跳鼓镇，学校的另一个亮点就是舞龙队。 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是盘龙，这个动作有一系列难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多加练习，让小朋友能够亲身去参与，他们才能够从中去发现到传统技艺它的美好之处。完美的动作，关键是强健的体能和不断的练习。就会先做浮力体能，做个大约50下。 我在家都是用扫把在刷那个原地跳。我们有责任把它传承下来，让它成为我们学校校友的一个共同的记忆。客家传承不能停，跳鼓镇和舞龙队在斗焕国小全校师生一起努力下，将继续发光发亮。上课喽！有一系列难，有一系列难，有一系列难。